台湾西南部是内陆有马的，米家米夫也加讲为种地位，马的寒酸好种，爱摘嘅人飞起哦。唔单止会一头一头的来割，割下来嘅还会再做一捆一捆的来晒，晒走嘅嗰屯也个马的烤出来，嗰屯也被也得无爱嘅东西装起，真蛮好讲哦。也因为安尼，台湾加入 WTO 过后，也个高俗嘅马的引进口来嘅，台湾的马路常常买起的。比较多潛在本土嘅馬，台南亞洲農會帶頭來復工，尤其西港區中亞清法有500公頃。西港農會同農民合作，和市台前賣醬油、冷藏也都設批，來建立完整嘅產業鏈。尤其按多使用油出問題嘅，安尼嘅產品韓國係賣到唔拉賣。而家本土馬嘅供給量略略嘅升高到5%嘅。高雄美女馬提嘅溫半世紀看唔到嘅，也2-3年開始也有幾個農民同幫人馬油廠合作，用摩托嘅方式來種馬。伊哋打算用10年嘅時間重新建立基礎資料，來尋出淺色下美女種馬嘅方法。不過也嘅利潤過破過，工有過多，美女愛大規模推廣，還有過多關愛過。马酒、用马、干肉、炒到叽叽喳喳，让休息的两天是日本盖酒，让皮肤小露露个。新狗吃到安全的世界，也是香港俩的马酒系难来眼毛。滚了一口，一粒粒马个出大大碟，两呀嗦嗦滚，干呀嗦嗦滚，从眼靠我去容我是菜冻好汤。是讲，你天朝爱啲蓝蓝嘅日头下浸靠的，大早很有露水就成唔得，天朝爱等到日頭出來曬到酥酥，曬咗嘅夾就會變開來，馬哥就會跌跌下來。嗱，過滿就日頭要到，白到店啊，正10點啊，就去講啦。透早未使講嗎？有朝早未到人，點解講會到啪啪，啊門嘅玻璃收起一來啦。啊，所以這間咪足歹種誒。沒啦。你生惡性啦，你靠較細，還掉遠一點，啊，起來它上掉去。60多天的時候會去打頂，就是我們所說的修位，會把那頂端的那個多餘的那個長出來的把它打掉，然後大概80幾天了要去看它下面有沒有開口。市面上95%嘅馬嘅產品都係進口馬嘅作為。台灣馬哥搶5%按到天體，其中9省地台南市港、山化、老安田，仲未有2000公頃，係那市港嘅500公頃係最多嘅。應講係馬哥嘅家鄉，農民投標時天，每標就專種馬哥。早期台灣西南部乃是係馬山，唔過種馬哥當好過。如今會加入 WTO 過後，進口落來嘅當便宜，台灣就天天嘅無人種類，唯獨係簽準台灣本地馬哥，西港農會老農民合作，面積對10公頃到今年只建築83公頃，規個西港本單種100公頃，未增加到500公頃。第一年開始那個契作的時候，我們差不多從70、75元開始。那我們像今年調到110元一台斤。那如果盤商要進來買，它一定要高115、120開始起跳來喊價，才可以買得到。以前就是還沒統合的時候，就大家就是種一種，然後沒有辦法去就是做一個行銷嘛，然後最後農會它做一個統合，我們那個芝麻的價格也不會崩盤。開種面積老價是年10年增加，嗰價是融入嘅安全出嚟按到問題出生嘅馬哥就當屬不樣，連台南農會廠2年每日為安樣，就在嗰裏做馬哥就種嘅工作，係那啲下種嘅都係台南之後，人民係農會同日提供把關。一個節位3個碩果，那比如說像報告種，它一個節位只有1個碩果，相對你看你的產量就增加2倍了，所以農民都會覺得它品質又不錯，產量又很好。採收之後，我們還會送樣品就送那個國家指定的那個檢驗單位來檢測，它是不是有農藥殘留啊，還有它的酸價等等那個品質啊，都沒有問題，我們才把那個它的這個契作的那個
货款哈才会入到我们那个产销班班员的那个账户。70几年世界饮水机，尽管系两位中马哥最后生嘅农民地，10年前开始来做，是系第4个未发现嚟到，天都和美洲当到富垂头报销嚟到其他作物，比起来马哥为割为切，下都为因故，为中马哥唯独嘅认同系成为老基春夏季嘅季节。如果说算起来的话，芝麻是不会比较好串的。他就说，我就说过，那是为了说在地的一个文化啊，所以我们要永续经营啊。我们台湾标榜就是我们是新鲜，因为像比如说像有些从越南啊、从泰国啊、其他地区进来的部分，实际上胡麻是一个高油分的东西。如果你的储藏不好，实际上它也会比较会有一些产生一些毒素的问题。农会部专家是来修教，农国超富土技术，农民们做事为老基各种起来，是系气候变迁嘅问题，从应用嘅也是唔开。像今年后面重做台风过后再重种的，大部分都收成都不好了，有的甚至连收成都没得收成了。农会外算经验，产量为少体一半，后代农会就让仓库两下行慢为强暴。为到为行销马哥，农会卖为占住为让仓嘅食皮。虽然挑下马呢度呢副咁做为起来，不过唔似农会啲喏，唔但抢马珠，还研发马个头、马个种两条产品建立品牌，土质行销，两行面上食材也好，产品卖到唔难卖。我们只做我们在地的芝麻，没有做进口的，所以说没有货就是没有货的。为配为炒为硬面，烤到一地嘅改变，再个呢是占住2道，按到股提价咪为3点钟来做，就咪就一碟煮放就水干麻煮。每炒一次的话，我们去抽看看它的温度、湿度，到底这一批货到底是需要温度一个标准值啊，然后再去就是经验上去拿捏说要增加还是要减少。除了日本乌麻油，还有配炒温度下带，用来搅脆炒脆一等好嘅青麻油，还有用来搞嘅保养品麻油膏。就是古时候阿妈就拿来敷脸，或是那个护唇膏，还有说抹头发这样子。那个冬天手脚粗糙的话，抹一抹。四个马哥对筋、做加固、通路，每个3入年已经到完整内，强用地南推翻嘅面路，2年每做小路开始来做。那可是已经在掉的声音了。对啊，你看那像下雨一样，不是很好听吗？但是这样太熟了啦，因为有些是因为没有碰到下雨，如果碰到下雨，这种裂开的，它在树上它就会弹开之后它会发芽。也係本本上嘅提示表馬哥，特別嘅都用冇強壯嘅方式來做，多到嘅問題未白白做。用抗種嘅，因為發芽有啲特大。運動員嘅運動員安尼驗嘅總係提90%，香港濕度特10%話會陰到啊，會陰時個加上呢個會比，所以差唔多幾樣嘅種一步不會失敗差唔多發芽有啲慢慢誤上嘅。本本上講，比農大規模土地重放之前，當到係旱天，種地嘅作物唔多，農民為地引入後起來過後，2到5年係造旱嘅時期來種馬嘅。民國62年土地重放過後，價錢急嘅冬天就嚟水準農路，民農難又好，種馬嘅都好，為按好工嘅馬嘅也從而建議冇人種嚟。因為按細粒嘅咩佢強撐啊，所以變嚟講。差唔多都冇人種嘅啦。當然，如果對境外進口嘛，最貴少，貴少，因為我哋台灣種嘅根本都發唔到呀，所以差唔多咪挺民農真係應該講這是都絕跡嘅啦。溫上嘅兩個人呢，40年前就是種過馬嘅，40年過後又再看到。我種馬都因為係些可能係些對馬個有情感啦天然如果都可能參加嘅對啲計劃，像我哋唔少種嘅時間。
我有一类工钱的补助啊等等，是的，讲没了钱啦哈。温温小老给介绍努点米努用摩托嘅方式来做，马个都罕体染度，做温衣做温强强嘞。那保证当中最大量都是调两是这边种，能够用无毒的方式种的哈，可以少。啊，偏偏种无毒的方式，种马需求量其实可以太量。也会就会呢芝麻豆荚，啊也转色的，可是会都成熟的，所以应该白可能都变了五色的。哦，也白个可能也就会可能多也就会黑芝麻，但是一芝麻你看一排，差不多一排人差不多20粒，啊所以也有4排，等于有80粒啊。中少温用胃嘅方式来做，老温温上全部用肉，是系唔度好味道調節，用冇落法好配，冇寫濃肉，特調到生到唔係一個，夾未少嚟幾版呢？阮內皮嘅人講一樣，頭擺種無按講究啦，就無去講開一嚿一嚿，然就變啊講就大大就出隻嘢，而講安尼等到個密集，風吹也落雨，等到個唔會烏黑安尼啦。去年中時分冷鐵，就收到180幾，佔出55罐，一罐就600cc 嘅麻油。啊，在完全冇技術性嘅情況下都種嘅啦，啊種嘅結果樹上，第日天然下邊樹嘅嗰度，其實打唔平，手槍講說健康啦，因為也安尼，因為手槍使我相同啦，也量少量嚟冇辦法講達成收支平衡啦。天面同家啥種啊？每年種嘅方式都冇相同。啊，做對嚟看下摘出咧吼，對，以後種也做嘅最好嘅方式。馬個策劃好，讓people啲田內紅標嘅啦，兩件半夜馬油蟲都見看找人蘿蔔來醬油，挑個每家每步都會自家種馬個。個起來洗澡過後，拿到馬油蟲去斬，面攏提到時就擺件馬油蟲，連下是用2件。本田馬個產量少，不過大家用馬油嘅量解是冇少，所以始終得用進口嘅馬個來醬油。我哋目前還是用泰國的，因為泰國的品質係所有進口的係品質最好嘅。按過也經驗啊，以一片水飯啊。落胎魚啊，安尼天時冇一天，所以也價錢嘛真係真高。因為魚一斤魚是用魚嘅200啊，係啊。目前現嘅馬油蟲做工業受到佢提示退嚟，因為進口馬個也有當到問題會發生，佢決定為自家來做，咪係面努挑一屆復工馬嘅概念。用進口嘅都是人唔會出口嘅，安尼買冇嘅，安尼再來開始學新樣種啲時節就太慢嘞，所以水上講夾嚟種，唔管有成功還是歹啦。佢決定為用10年嘅時間來重新建立面努種馬個嘅基礎資料。雖然推翻馬個還有未下鄉，假使太弱係進口嘅2倍按高，大家有錢還買冇。唔過佢嘅小農都認為，你下回啲面努種價掉個實在係當難。前景好是因為講難種，嚇。你願意加入你個少呢，所以幾乎冇乜競爭者，所以前景規劃。啊個副根芝麻係一個理想啊，一個態度啦。從嗰啲面農講太面積嘅種麻，實際上也困難，因為我哋面農嘅內容大蠻好，其青菜種其他農作物，樹上都大蠻好，唔會想講來做按辛苦嘅，種麻大蠻辛苦嘅一種產業。迄講今年伊那個市場有變咧，國泰嘅部分嘅時節啦，吼，個人農費吼，那麼考慮講，係咪講來推廣那個農作物嘅一個部分啦。過因為本身種芝麻來講，因為產量過大，所以講勢必講我有個較好嘅一個價值來給農民保障嘅話，吼，也慢慢會有營養種植。唔像面農朋友垂頭，洗토마토也係風頭嘅掠到其他作物，收起來過後直接從賣得，馬上為加工過就賣得。韓國加工嘅每節為用到嘅沙皮勞工掠到，天初會考慮落去。今年可能會改變方式，俾小朋友來體驗啦。就做親子體驗嘅部分，可能開放不人來綁，不人來烤。一來人可以體驗，二來我也可以省一些工錢。
可以坐在后面。虽然短时间都难从台南中的中安岛，不过民农小农如期间方式，老马个就在嗰啲民农中起来，ใน關同民眾去體驗嘅機會，為下當然來延續台灣馬個產業。粒粒都辛苦，拿來講馬個轉經濟係立搞。做馬個對基調來講唔係小口時期，係望靚要營業，唔會在我數到健康馬個嘅限制，為提升台灣馬個事業率嘅提事情。